OK， 大家早晨啊。OK， 琴日講咗兩堂咧，就講咗好多嘢啦。咁咧今日咧就為咗琴日冇嚟嗰啲弟兄姊妹，或者我有啲少少緊要嘅嘢重複下啦。我哋話聖經一定要讀嘅，咁咧要好啲去讀。咁你如果有嗰個講義咧，咁你自己慢慢翻去研究啦。我想提翻一啲琴日講過嘅嘢。我哋做基督徒嘅人，好多人咧冇讀聖經嘅習慣，淨係靠星期日嚟聽道。咁星期日嚟聽道咧，當然有佢嘅好處啦嚇。咁但係咧，星期日嚟聽道咧，就主要係聽傳道人喺上面講，咁我哋喺度領受。咁好多時咧，聽完之後咧，就好快就唔記得㗎啦。好快就唔記得㗎啦。所以咧係比唔上我哋自己好地去讀神自己嘅説話。我哋一定要培養出呢個習慣嚟。千祈唔好咧唔明白啊，咁又放棄啊，或者覺得好難啊，或者覺得冇乜味道啊，就唔繼續啊咁。我哋一定要繼續嘅，一定要繼續一路咁去讀。咁如果你係以前冇呢個習慣，你要開始嘅時候咧，可能你開始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好辛苦啊。另外一點我強調嘅咧就係咧，你一定要由創世記第一章一直讀到啟示錄22章，唔好揀飲擇食，唔好有啲咧四福音你係讀好多，舊約好多你又唔讀，咁樣係唔得嘅，因為新約舊約都係神自己嘅説話，所以咧我哋咧係要好好地去新舊約一直讀到新約。我哋係要咁樣去讀，免得我哋遺漏咗啲書卷。咁如果我哋有咁嘅習慣，一日讀3章，星期日，總之7日有一日你讀5章，其他啲嘢讀3章，咁啱啱一年咧就會讀晒成本聖經㗎啦。咁你唔信我，你咪試下咯，最好㗎啦。咁你發現咧，你讀完一遍之後，咁又翻轉頭再讀。如果你讀得快啲咧，你可以唔使等。如果你一日讀5章咧，你唔使1年就讀完㗎啦。咁你又翻轉頭做。我好強調一樣嘢咧，就係千祈唔好揀飲擇食。初信主嘅人咧，就會有一種讀經嘅方法，叫做搖蘋果樹法，即係話讀嗰啲容易嗰啲。咁初信主嘅人咧就可以咁做，但係咧信主信咁上下咧就唔可以咁做噶啦。搖蘋果樹咧，因為點解用呢個做比喻咧？因為啲蘋果樹你一搖咧，啲蘋果就跌落嚟噶啦。就算你唔搖，有陣時咧，你會見到啲蘋果樹咧跌到成地都係蘋果，俾啲雀仔去食嘅。對於嗰啲新信主嘅人咧，你方便嘅咁樣做咧都 OK， 但係咧長久嚟講咧，你就唔可以咁做噶啦，一定要全本聖經去讀。咁我哋琴日強調咗一啲嘢，有啲人成日講有啲聖經冇味道啊，冇興趣啊，唔知噏乜啊，咁有好多藉口啦，咁就唔讀。其實咧，全本聖經都係神嘅説話，某一啲章、某一啲節、某一啲書卷能夠被納入聖經裏邊咧，一定係有佢嘅原因嘅。譬如話，好多人覺得歷代志上、歷代志下好悶，好悶。我又唔知點解香港人話會悶到抽筋，唔知抽邊條筋。
唔知個腳筋抽啊，定係個肺筋抽啊？我唔知，悶到抽筋啊！咁係咪真係咁悶咧？咁你讀出味道咧，你就唔會覺得好悶㗎。譬如話你讀耶穌基督嘅族譜咁啊，每隔14代。馬太福音第1章講耶穌基督嘅族譜，咁你就發現咧，有2個外邦嘅女子，唔係以色列人啊，唔係猶太人，唔係以色列人，係外邦人，竟然咧係入咗耶穌基督嘅族譜裏邊啊，好奇怪啊！一個就係路德 Ruth 啊，咁一個咧就係拉合。點解呢2個人會入到耶穌基督嘅族譜咧？咁你睇到呢啲事蹟嘅時候咧，你翻舊約去睇咧，你就查考下拉合佢做咗啲乜嘢嘢，能夠對以色列人、對猶太人有咁大嘅貢獻，佢可以入到耶穌基督嘅族譜。啊，另外咧，你睇路德，一陣間我哋會睇路德嘅。嗱，路德做咗啲咩嘢，又會入到耶穌基督嘅族譜咧？本來猶太人同外邦人係唔相交嘅，唔偷唔睬嘅，啊！咁但係呢2個外邦嘅女子，竟然入到耶穌基督嘅家譜裏邊。咁你查考聖經，你就知道點解啦。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嗰啲族譜啊，或者嗰啲咩咧，一定係冇味道。如果你對音樂有興趣，你教詩班或者帶詩班，你研究下基督教音樂嘅歷史，咩時候開始嘅咧？咁喺歷代志上面記到係由大衛王嗰時候開始嘅。咁大衛王嗰啲大衛嘅時代嗰啲詩班有1000人嘅，啊，好多人去做詩班，好睇重嗰個聖樂。咁其中一個人咧就係所謂鼻祖啦嚇，所謂鼻祖就係一個人叫做希曼。咁如果你睇到有關希曼嘅嘢咧，就係佢係被委任嚟到打理呢啲音樂嘅事。嗱，所以有啲音樂嘅歷史喺呢啲咁嘅書信裏邊嘅。啊，咁詩篇唔使講啦，詩篇個個都中意讀噶啦。嗱，讀詩篇仲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嘅，讀詩篇。如果你要學祈禱咧，你就一定要多讀詩篇。嗱，我順便講少少嗱，譬如祈禱，一般我哋講祈禱，祈禱應該包括啲咩咧？嗱，祈禱咧有感謝、有敬拜、有讚美、有認罪、有代求、有祈求。嗱，祈禱有個模式嘅，差唔多我哋應該照住呢個模式嚟到祈禱。嗱，你呢啲感謝啊、啲敬拜啊、啲讚美啊，呢啲咁嘅説話咧，你越讀詩篇越熟咧，你就幫助你祈禱。譬如你話我透過祈禱，我要讚美神啊，我要敬拜神。哦，咁你打開詩篇好多。嗱，神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係我嘅山寨，你係我嘅高台，啊，你係我嘅盾牌，你係我嘅避難所，你係我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嗱，所有呢類咁嘅嘢咧，都係對神嘅敬拜讚。啊，你係天上地下嘅神，你係萬國萬邦嘅主宰。嗱，所以聖經裏邊好多説話咧，你係可以用嚟祈禱嘅。所以讀聖經另外一個好大嘅作用咧，就係幫助你祈禱。因為聖經嘅説話咧，係可以成為你祈禱嘅。啊，你咪要讚美耶和華。嗱，所以你喺聖經裏邊就揾到好多説話，你可以用嚟祈禱嘅。OK， 所以點解要好啲讀聖經咧？就係咁。
譬如你讀箴言讀到一節聖經，就鼓勵你去做善事嘅。如果你周濟窮人咧，就等於借錢俾神。你借錢俾神，神會還俾你㗎嘛？佢唔一定用錢還俾你，佢用唔同嘅祝福嚟到祝福你，咁咪等於還俾你咯。嗱，周濟窮人啊，係等於借錢俾神。點解要做善事咧？咁借錢俾神，神還俾你㗎嘛？咁點樣借錢俾神咧？神喺天上面，你點借錢俾神咧？周濟窮人咯，做善事咯，周濟窮人咯。咁耶穌話：你見到弟兄有需要，咁唔可以塞住個心喎。你要去幫助呢啲有需要嘅人。所以咧，讀聖經咧係好多價值嘅。今朝你知道崇拜嗰個時間好短㗎嘛？我成日都睇住個鐘，其實我過咗鐘啦先話。詹牧師叫我哋踏七好停啦咁，因為有下一檔啊趕住。咁所以有時有難處。講呢啲嘅專題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多啲機會講呢啲咁樣嘅嘢啦。所以我哋記住由創世記第一章一直讀到啟示錄22章，讀完再翻轉頭。明唔明咧係唔緊要嘅。你話唔明咯，冇人明得晒聖經㗎。你唔明有乜出奇啫？你話我由創世記睇到啟示錄，我明晒，我驚啊！嗰陣時我聽到，我會驚，因為係 impossible，冇可能。好啦，唔明唔緊要嘅，然後記住邊啲經文你覺得唔明嘅，咁咪問下牧師咯，問下啲屬靈嘅長者咯，咁請教下人咯。華人咧，華人文化有一個唔好嘅咩咧，就係覺得哎呀唔好嘅，應該話我咩都唔識，呢段經文都唔明，要問牧師。呢啲叫深海大石斑，好魚啊！唔明咪唔明啦，有咩咁出奇啫？唔明咪去問人啦，謙厚啲去問人啦。魚咩啫？你明得晒嘅咩？你唔可能明得晒。好啊，咁我哋話讀聖經咧，有啲係速讀，即係話創世記一路讀到啟示錄，一路咁讀，明明唔緊要嘅。咁另外咧就叫精讀啦。所謂精讀咧，就係揀一段經文，你要教主學啊，你要帶團契啊，你要領查經啊，咁你就要將嗰段經文咧好仔細去研究，去精讀。咁你喺研究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去想下嗰段經文，你點樣從呢段經文裏邊得到啲益處咧？咁你有啲問題咧，你需要去問嘅，需要去問嘅。你精讀嘅時候咧，有3個步驟咧，你要經過。第一個就係觀察，你要睇下嗰段經文，你要睇下嗰段經文講啲咩嘢，你要讀熟佢，OK？ 嗰段經文講乜嘢？咁你讀熟咗之後咧，咁你就跟住咧問一個問題啦。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呢段經文裏邊有咩含義，有啲咩意義咧？咁呢個係第2個階段，觀察之後要睇佢嘅含義。咁你喺睇佢嘅含義裏邊咧，你就試圖啦去解去回答一啲嘅問題啦。呢啲係好 factual 嘅，好事實性嘅嚇。
不過係幫助你去了解嗰段經文嘅，譬如話邊個係作者，作者係邊個？嗱，作者唔一定係你知得到㗎，因為有啲書卷嘅作者到今日都唔知邊個寫嘅。希伯來書係邊個寫？冇人知。啲人喺度估邊個寫，有啲人估計係保羅寫嘅，但係冇人敢證實。有啲經卷咧係個作者你唔肯定。路德記邊個寫嘅？係咪路德自己寫嘅咧？梗唔係啦，佢一個外邦嘅女子，佢都唔識猶太人啲嘢。咁邊個寫路德記咧？又有人喺度估係邊個寫？啊，咁但係你睇下作者係邊個咧？有時咧係要花啲時間去研究作者係邊個。啊，咩時候寫嘅？大概係主前啦、主後啊？咩時候寫嘅咧？咁喺邊度寫嘅咧？咁保羅好多書信係喺監獄寫嘅，所以叫監獄書信。保羅坐監嘅時候寫嘅。啊，咁點解個作者要寫呢卷聖經咧？點解要寫咧？啊，佢嘅目的喺邊度咧？咁有時你會睇得到出嚟嘅。嗱，我而家同你睇約翰福音嚇，點解要寫約翰福音咧？咁嗱，咁你翻返去約翰福音嚇。嗱，約翰福音咧，咁個作者咧係約翰啦嚇，咁點解要寫呢本約翰福音咧？咁有啲書卷咧就好明顯話俾你聽點解要寫嘅，有啲咧就唔一定咁明顯嘅。嗱，咁你自己要去研究啦。嗱，約翰福音點解要寫約翰福音咧？嗱，你翻去約翰福音第20章嚇，約翰福音第20章。嗱，正正式式嗰節聖經咧就係31節，但係咧我哋讀30節開始讀。約翰福音20章30節，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，沒有記在這書上。嗱，約翰福音係好多神蹟㗎，一開始就耶穌變水為酒，第一個神蹟係醫好嗰啲病咗18年嘅人等等。嗱，約翰福音係好多神蹟嘅。咁，但係呢度約翰福音咧係冇記載所有嘅神蹟嘅。第31節就話俾我哋聽啦，但記這些事，即係話喺約翰福音裏邊已經記載呢啲嘢咧，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。個目的啦。點解要寫約翰福音咧？點解要將呢啲記事寫晒出嚟咧？為要叫你們信耶穌基督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並且你們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嗱，呢個係寫約翰福音嘅目的。你睇到呢啲嘢，希望你能夠信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。咁你信咗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咧，係就可以因為佢嘅緣故咧，因佢嘅名而得到屬靈嘅生命。所以約翰一書就話：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。
即係話你有咗神嘅兒子喺你裏邊就有生命，冇神嘅兒子就冇生命。因為生命係喺耶穌基督嘅裏邊，所以你有咗耶穌基督就有生命，冇就冇。咁你話點知啊？我點知生命喺耶穌基督嘅裏邊啊？咁你翻去睇下，捲翻轉頭啦，捲到第一章啦，約翰福音第一章。嗱，約翰福音第一章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就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這道太初與神同在，萬物是藉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。講咯喎，下邊講咩啊？生命在他裏頭。所以你有咗神嘅兒子有生命，因為生命喺耶穌基督嘅裏邊啊嘛。生命在他裏頭，所以耶穌係賜生命嘅主，因為佢裏邊有生命。咁再解釋呢個生命係乜嘢？生命係咩？就是人的光。所以一個有生命嘅基督徒咧，佢唔係行喺黑暗裏邊嘅，佢唔會行喺黑暗裏邊嘅。點解唔係行喺黑暗裏邊咧？因為佢有咗耶穌基督嘅生命，呢個生命就係人嘅光。所以你做咗基督徒，你有耶穌基督嘅生命裏邊，你仍然行在黑暗中，咁你嘅生命有 question 嘛？有問題啦。嗱，譬如呢啲咁嘅類似嘅經文，你串通咗嘅時候咧，就好通噶啦。點解人有神嘅兒子就有生命咧？生命喺佢裏邊，生命喺佢嘅裏邊。約翰福音嘅目的咧，就講得好清楚啦。記載呢啲事係叫你哋信，基神係叫你信耶穌係基督，係神嘅兒子，並且叫你們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OK， 好清楚啦。有啲書卷你要好知道點解要寫呢個書卷。有啲咧唔係咁明顯，你要去揾嘅要去找。OK， 跟住喺含義裏邊咧，你要問咩係主要嘅事實、主要嘅事實、主要嘅人物主要嘅思想，或者教導啲咩嘢 ？OK， 事情點樣發生等等。嗱，呢個係第二個大階段，你觀察之後咧，要了解佢嘅含義。嗱，第三就好重要啦。第三就係講到應用啦。嗱，呢段聖經點樣可以應用咧？咁聖經係要應用喺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邊應用出嚟。咁你又有幾個問題你要去問啦。你咁去問，你回答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咧，就會對你嘅生命咧有好大嘅幫助，好多唔同。呢段聖經對我好 personal 嘅好個人性嘅，因為你喺度睇呢段聖經。最先咧，你要問對你呢段聖經對我有乜嘢嘢講？你唔好成日問呢段聖經對阿黃太有咩講，好多人睇人聽到。今日阿黃太冇嚟真係可惜，呢邊度啱晒佢聽，點解唔啱你聽咩？真係好奇怪，點解要啱人哋聽唔啱你聽啦？好多人替人聽到。好啦，對我有咩嘢講？神有咩 message？ 神有咩信息話俾我聽？人咧，每日咧收好多信息嘅。你
信息四方八面嚟嘅，報紙又嚟，電視又嚟，你有好多 message 吸落你嘅腦度，對啲青少年仲多。一打開個手提電話，哇！好多人 text message 俾我咁，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揸下車都開呢個收提機就失事啦，就搞唔掂。收好多 message， 所以你啲細蚊仔一返學一坐 school bus 一坐校巴咧，就開始收好多 message， 開始收好多 message。嗱，咁呢段聖經神有乜嘢信息俾我咧？嗱，你任何嘅聖經你都可以去問呢個問題㗎，任何聖經你都可以問呢個問題。我哋琴日舉咗個例話，耶穌基督講最大嘅誡命，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，又要愛人如己咁。嗱，你睇到啲聖經之後咧，耶穌話呢個係最大嘅誡命啊！耶穌係最大嘅誡命。好啦，咁對我有咩講啊？呢段聖經對我有咩信息啊？神話啲咩俾我聽啊？神叫我要愛主咯，係咪？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啊嘛，個 message 咪好清楚咯。嗱，你要愛主，唔係加依去愛主，你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主。咩叫心性意力啊？成份人啊，成個人啊，你嘅心、你嘅性、你嘅意、你嘅力係代表你整個人，即係你成個人都要去愛主，唔可以淨係頭腦愛主。咁一個信息話俾你聽啦，你要咁樣愛主法啦。仲有咧，仲有個咩信息啊？你要愛人如己。咁你又問下啦，問下自己啦。我愛唔愛我個鄰舍呢？華人文化有好多嘢好唔啱嘅。香港啲人成日你都聽到呢啲嘢，嗰條友啊，好粗俗噶嘛。嗰個人係嗰個人咧，做咩要嗰條友啫？雖無過犯，下面嗰句係咩啊？人哋又冇得罪你，睇下佢個樣，睇下佢個樣可以憎佢啊！呢啲華人文化啲嘢咧係好唔通。我哋基督徒，我哋中國人咧，如果我哋好多時用啲華人文化咧，搞唔掂。個樣係人哋阿媽生出嚟噶嘛，個樣係你冇辦法噶嘛，哇！做咩佢個耳咁兜風嘅啫？咁又講一餐嘅，嗱呢華人文化就係咁啦，雖無過犯。點愛人如己啫？愛人如己就好難㗎，因為咧你就睇佢樣，你已經覺得佢乞人憎即係香港人話呢個非洲和尚嚟，乞人憎嗱咁，所以聖經每一節經文咧都有信息話俾你聽。路加福音第18章第1節。你們要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。咁有咩 message 話俾你聽啊？有咩 message 話俾你聽啊？要咩啊？常常禱告咯。咁有冇禱告啊？你話我係我係臨急抱佛腳式嘅禱告，平時唔睬神嘅。
有啲咩嘢咧就攬實神隻腳啦。唔係喎，聖經叫我哋常常禱告。仲有一個信息好緊要喎，唔好灰心喎。有啲人為人禱告，你快信主啦，我為你祈禱啦咁。祈咗輪之後，嗰個人都話我唔信，等你落地獄㗎。咁快就灰心啦，繼續祈啦。有啲人為一個人祈禱，真係祈講幾多年以上，神最後始終都感動呢個人信主。所以咧要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。所以咧有乜嘢信息？呢段聖經有咩嘢對我講？喺邊方面有提醒？有啲咩提醒我？歌羅西書話貪心同拜偶像嘅罪相等。有咩信息話你聽啊？有咩提醒啊？唔好貪心咯。點解？貪心係一種好嚴重嘅罪，同咩相等啊？同拜偶像相等啊！十誡當中好清楚話俾你聽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咁你話拜偶像幾大罪咧？以色列人拜偶像、拜巴力神冚唪唥都有未接受。咁如果我哋貪心咧，好大罪啊！好似等於我哋拜偶像。咁你話一拜偶像，神高唔高興咧？神梗唔高興啦。咁所以唔好貪心啊！唔好貪心啊！華人文化係好弊嘅，一個人兩條心唔係多啊咁。我哋華人啲文化真係，所以中國人信咗主之後，有時咧信咗主之後，中國人信咗主之後，有啲嘢都好難改變，因為呢啲華人文化太厲害，影響得人太厲害。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以靠自己嘅聰明。喺一切所行嘅事上，要認定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箴言有一節咁嘅聖經啊。OK， 專心就唔准你有兩條心噶啦。耶穌話：你唔可以愛我又愛世界，你唔可以愛我又愛馬門，侍奉馬門，又唔可以貪錢又愛神。好多好多對立嘅 culture， 好多對立嘅文化喺度。所以你一兩條心唔係多啊，咁你就弊家伙，你就死梗嘅。你話點解唔可以愛神又可以愛世界啫？華人文化兩邊唔好得失，面面俱圓。咁寫做基督徒唔可以咁做，因為聖經嘅信息咧就好清楚。人要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所以唔可以兩條心。每一節聖經都有信息提醒我，同埋咧可以點樣應用喺我個人嘅身上。如果我係好貪心嘅，如果我係好貪錢嘅，OK， 我又要小心啦。我講一個見證俾你聽。呢個人咧，而家仲做緊傳道人，年紀好大下啦。佢咧後生嘅時候喺香港，咁佢讀完書咧。你知香港好多人讀完中學就去揾工做啦嘛，咁其中一種工咧幾好嘅就係打銀行工嘛，係咪？咁
呢個後生仔咧，男仔嚟嘅。咁佢咧就呢個基督徒咧，咁佢啊有一日夏令會，佢回應神嘅呼召，咁佢又去讀神學啦。佢申請香港好多間神學，申請咗幾間神學院，冇一間收佢，冇一間收佢啊！咁佢好鬼谷氣，佢話主啊送上門你都唔要，佢好鬼激氣啊！咁個故仔好有興趣嘅故仔。咁啊神學院唔收啦，咁啊揾工做啦。好奇怪喎！神啊開條路俾佢，叫佢入銀行做啊，入銀行做。神係有意對付佢嘅。咁入銀行做咧，好多份工啊，有啲坐喺窗口位度啊，招呼啲人啊，搞啲存摺啊咁。有啲就喺後邊數錢啊，即係銀行成日收好多錢翻嚟要數噶嘛。嗰陣時邊度有嗰啲機器，咁有100，咁有1000嘅啫。嗰陣時係咁噶嘛，黏下啲水咁。咁佢就去銀行做，銀行就叫佢數錢。哇！佢數錢佢話一日唔知幾多萬人過手，一個月唔知幾多百萬人過手，出糧得幾張。嗰陣時銀行工300-400啊，400-500蚊咁，佢開始谷氣。咁佢咧一路翻去數到咁上下數錢咧，佢好討厭啲錢啊！佢開始討厭啲錢啊！數，你知啦，即係而家世界就話悶到抽筋啊嘛！咁數錢啊，咁數錢，100又揼好佢，跟住100又揼好佢，數啲錢啊加埋咗。呢個見證係收尾佢自己講出嚟嘅。佢話原來咧，神叫佢係1年喺銀行嗰度數錢，係對付佢。因為佢話我呢個人咧好貪錢，好貪錢。如果佢入咗神學院做學生會師傅咧，就好似猶大咁啊，可能係猶大咁啊，揸住個錢袋，常取其中所有，佢貪錢嘛。神又要佢數1年銀紙，對付佢呢種貪心，對付得好緊要。佢話我一睇見啲錢我就討厭。佢嘅谷氣就係一個月唔知數幾多張，出糧得嗰幾張，好鬼谷氣。好啦，唔做啦，1年之後佢唔做，再申請神學院，間都收。嗱，前後1年啫嘛，同一個人，唔通神學院因為佢數過1年錢就收佢？唔會噶，唔會啊！嗰個唔會增加佢入神學院嘅資格噶，數1年錢。嗱，貪心，神要對付佢貪錢，不需要啦，做傳道啦，做到而家啦。而家就嚟80歲啦，仲做緊傳道啊！一世人服侍主啊，但係就俾神對付咗1年數錢，因為佢話佢係好貪錢嘅。所以神有辦法對付我哋㗎，每一個人都可能有辦法對付你。又講個故仔俾你聽啊！有個姊妹去整容啊，覺得自己唔夠靚啊。本來佢即係喺醫院咧，本來佢會離開世界㗎。咁佢就好似希西家王咁向神求。咁好啦，神話我俾多唔知
幾多年啦，我唔記得啦。哇！佢話仲有好耐世界喎，咁佢話不如喺醫院裏邊整埋容出去啦。咁啊，順便做整容啦嚇，整到靚咁啊。咁啊，佢出院啦，啊，好奇怪。佢一出院咧，啊，第二日咧，一出院第二日咧，過馬路咧就俾車撞死咗。咁佢翻去神嗰度啦，咁佢就問神：你又話俾多幾多年我？啊，點解咁快叫我翻嚟？佢話我俾多幾年你，嗰個唔係你喎。你唔好去整容啊！整咗容之後，神唔認得你嘅。神有辦法嘅，啊！神有辦法對付唔同嘅人嘅，好得意。所以有時啲嘢發生喺你身上咧，你諗下點解神會讓呢件事發生喺你身上？可能有原因。嗱，有乜嘢提醒你？有乜嘢要你學習嘅？所以咧，你睇聖經咧，你去答呢啲問題嘅時候咧，你就好得益處啦嚇，你就有好多嘅益處啦，應用喺你生活上邊。跟住咧就擴闊少少啦，跟住個問題除咗對我之外咧，跟住就要問啦，對教會有咩幫助？再擴闊一啲，對神嘅國度有咩幫助？對神嘅國度嘅發展有咩幫助？嗱，讀聖經帶嚟呢啲效果咧，就可以令到你知道，更加知道點樣去生活，點樣去生活。好啦，你讀聖經啲好習慣啊，等等嗰啲我哋唔講啦嚇，冇時間。嗱，咁聖經咧，除咗個人嘅性質之外咧，有好多嘢咧，聖經咧係包羅萬有嘅。所以人哋話俾你聽，聖經係失去咗時代性噶啦，聖經係太古老啦咁。嗱，唔係嘅，你睇聖經裏邊有好多嘢咧，而家世界都用得着嘅。嗱，聖經有環保，你淨係睇五餅二魚啫，你就知道啦。行完個神蹟，啲人食飽晒之後，耶穌吩咐門徒收拾好晒所有嗰啲零碎，收到幾多籃啊？收12籃。嗱，呢啲係好清楚嘅環保嘅觀念嚟嘅。你喺香港嚟，你就知道啦。香港成日叫人咧唔好染污郊野公園，係咪啊？你知香港有啲地方咧，啲人去完旅行之後咧，空個公園都係垃圾，有膠袋啊、汽水樽啊，黑框都有。耶穌話唔得㗎，啲零碎唔可以留喺度。咁當然有啲人就話，因為耶穌好節儉，咁我唔去辯論呢啲嘢啦。總之咧，聖經有好清楚嘅環保意識，以賽亞書亦都有嘅。嗱，聖經仲有除咗環保意識之外咧，聖經仲有係咩周濟窮人啊，有好多嘢啊，呢個係非個人性嘅。有行政嘅原則，有而家最新嘅摩登嘅觀念叫 delegation 啦，行政嘅原則喺摩西時代已經有㗎啦。聖經話：哎呀，管理百姓嘅責任太重啦，你唔可以一個人孭晒㗎，你要揾啲人嚟幫你。嗰啲小事咧就俾啲人去幫你，大事就呈到你嘅面前，你自己去處理。咁好多時打工都係啦，大事去揾老闆，
小事你自己搞掂。有啲叫中層嘅 management 啊嘛 ，mid-level management 啦，呢個就係減少咗老闆每一件事都要老闆理。嗱，呢個 delegation concept 呢個行政嘅原則咧，聖經好早已經有。周濟窮人啦，勞工法例啦，嗱嗰啲經文你自己去揾啦，講義度上面有嘅。社會關懷啦，反對墮胎啦，點樣對孤兒寡婦啦等等。嗱，所以聖經咧唔係一本失時嘅書，聖經係一本好合時嘅書。雖然好多年前寫噶啦，但係因為佢係神嘅話，神睇通晒所有嘅嘢，所以點解聖經會有呢啲嘢咧？咁就係因為咁樣啦。所以聖經係好寶貝，好寶貝。嗱，你要睇嗰啲所謂勞工法例咧，你就知道啦。你唔可以扣住啲工人嘅資金嘅，有聲音會發出嚟控訴你嘅。聖經話，所以做老闆嗰啲咧，就應該識做，尤其是做基督徒老闆應該更加識做。聖經有清楚嘅指引俾你，話俾你聽嘅。OK， 我而家仲有少少時間嚇，咁我哋咧都冇話只睇得晒提摩太後書同埋路德記嘅，我哋睇一睇路德記算啦嚇，我留翻啲時間俾你，睇下你有咩問題要問。嗱，你睇路德記咧，嗱路德記呢本書講呢個路德呢個女子，大概係喺主前1000年大衛王嘅時代寫成嘅，作者不詳，冇人知道係邊個。有人估計就話係撒母耳寫嘅，有人喺度猜測係撒母耳寫嘅，但係咧始終未曾得到認可，所以路德記邊個寫嘅冇人知。嗱，路德記係一個充滿愛、孝順、順服、信心、慈悲憐憫嘅故事。成本路德記好感動人，雖然得幾章，裏邊有愛、有孝順、有順服、有信心、有慈悲、有憐憫。嗱，神看顧卑微嘅人，神賞賜嗰啲有愛同埋有順服嘅人。唔理佢係猶太人啦，抑或係外邦人。嗱，路德係一個外邦女子嘅身份，寧願放棄自己嘅家鄉，寧願放棄自己嘅神，去愛同埋跟從拿俄米到陌生之地伯利恆。嗱，佢個阿嫂咧就唔制啦，佢阿嫂又唔制啦。咁剩翻佢，咁啊拿俄米咧就話：嗱，你阿嫂都翻咗自己屋企啦，你唔好跟我啦，我咁老，唔通仲可以生個仔俾你做你丈夫咩？咁路德就話：你唔好叫我唔跟你，我已經決咗心要跟你，你唔好叫我唔跟你。嗱。咁佢知道佢跟拿俄米返伯利恆咧，對佢嚟講咧係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嚟，完全陌生嘅地方嚟嘅。我太太係美國出世 ABC 嚟嘅 ，American Born Chinese。佢同我結咗婚之後，跟我返香港，哇，好慘！我哋返到香港嗰日，係制水嘅第4日，你知喺美國長大嘅，
咁啊，美國嘅香港制水嘅第4日，我哋屋企挖埋，得大半桶水俾佢沖涼，冇講話花灑啊、浴缸啊嗰啲啊。咁啊，揸住條手巾淋下。佢沖完涼之後話俾我聽，我啲眼淚仲多過嗰桶水。好大嘅適應，好大嘅適應。美國邊有制水呢回事啊？邊有第4日？邊有沖涼都冇水嘅？冇呢回事噶嘛？好大嘅適應啊！路德就係咁啊，翻到去好大嘅適應，但係佢都決心翻，佢藉着信心以耶和華為佢嘅神啊！就係因為佢愛心同埋信心得到神嘅賜福，俾佢能夠進入耶穌基督嘅家譜裏邊，係好大嘅光榮。嗱，你掀去路德記第1章，你讀下路德嗰段説話。嗱，嗰段説話咧，真係好感動人嘅，啊，真係好感動人嘅嗰段説話。嗱，路德記咧，第1章路德同拿俄米講嗰番説話咧，就真係好 touching 嘅。路德記第1章，士師記後邊啊。嗱，我哋睇路德嗰段經文，講嗰段經文啦，第16節。第16節，睇多一次，睇第15節啦。拿俄米對呢個路德話：睇下看啊，你嫂子已經回他本國和他所拜的神那裏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啲嫂子回去吧。拿俄米其實想再俾個機會佢，希望佢翻佢自己國嘅。咁跟住路德就話啦：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隨你。你往哪裏去，我也往哪裏去；你在哪裏住宿，我也在哪裏住宿。你的國就是我的國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在哪裏死，我也在那裏死，也葬在那裏。除非死能使你和我相離，不然願耶和華重重的降罰與我。哇！真係好厲害！我條命就係你嘅，你喺邊度死，我喺邊度死；你喺邊度葬，我喺邊度葬。你嘅國家就係我嘅國家，你嘅上帝就係我嘅上帝。哇！有冇呢啲咁嘅心抱啊？而家？所以路德點解神咁祝福佢咧？嗱，呢番説話好難講㗎，我唔知你可唔可以講啊？唔容易講㗎。唔好叫我走啊！你去邊度我去邊啊！你住喺邊度我住喺邊啊！咁路德翻去真係同婆婆一齊住啊，同拿俄米一齊住啊。除咗佢去執麥穗嗰段時候，但係佢執麥穗佢都翻嚟㗎，攞啲麥穗翻嚟俾拿俄米，真係同一齊住喎。所以呢段説話咧係好唔簡單㗎。咁如果有啲人改咗個名叫做 Ruth 咧，改咗個英文名咧，你問佢做唔做到呢樣？咪就咁叫 Ruth 啊？做唔做到呢樣啊？好啦，你執麥穗嘅時候咧，你見到佢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啊，好努力做工嘅人，又聽話。另外一點喺路德記裏邊咧，你講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提到呢個拿俄米。呢個拿俄米其實咧，呢個老婆婆咧
好偉大啊！我哋都要學啊！佢本來無依無靠，丈夫死咗，啲仔死咗，剩翻佢一個女人啊！嗱，人嘅本意就話有個咁嘅新抱死揦住都唔放啦，係咪啊？仲叫佢翻去為下一代着想，呢個南無咪好值得我哋學習嘅一樣嘢。佢唔因為自己咁孤單可憐咧，佢就死搲住個下一代，點都唔俾佢走。嗱，佢其實開始嘅時候，佢可以對佢兩個新抱話啊：你哋兩個要跟我翻嚟。多個人有本嘛，係咪？佢冇咁做啊，佢勸佢哋翻喎，佢勸佢哋你自己去另外揾你嘅世界，因為佢哋嗰陣時後生啊嘛，後生就守寡啊嘛，咁佢話你翻去揾新嘅丈夫，你要翻去揾啲好嘅日子過。嗱，同埋咧死揦住下一代。又話啦，你每個月最低限度要俾800蚊我，唔係我點過日子啊咁。華人文化好多時係咁啊，上一代嗰啲死打住搲住下一代。嗱，我咪值得學習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冇咁做，佢下下都為下一代着想。嗱，佢咁嘅精神咧，反而感動咗路德。如果佢要搲住嗰兩個新抱，唔準佢哋走，落個命令唔俾佢哋走咧，可能兩個都走晒。嗱，尼俄米拿俄米呢個精神係值得我哋學習嘅。佢仲要為佢嘅啲新抱，路德跟咗佢翻去之後，佢仲為佢啲新抱打算。希望佢有個好嘅歸宿，結果揾到波亞斯啦，咁嗱，做上一代嘅人咧，就要去學習呢啲功課啦。你要相信神唔會抌低你嘅，神唔會丟低你嘅，你要為下一代着想，唔好咁自私揦住。唔放好啦，另外一個人波亞斯啦。嗱，呢個波亞斯咧，佢係有身份地位嘅。結果咧，佢咧係好願意，佢係一個財主佬，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錢。咁佢贖呢個路德嘅時候咧，咁佢都願意贖呢個外邦嘅女子。佢願意贖，不過咧，佢係好公正嘅。佢話仲有一個親戚比我更親嘅，佢應該贖你。佢唔贖你，我先至贖你。嗱，好似梁君治，就算佢可能佢發現路德好可愛啊，咁佢好想，但係佢都話唔得。喺我前面仲有一個親戚更親嘅，但係結果嗰個人唔肯贖啊嘛。唔肯贖咧，嗰個人就跟住摸對鞋俾佢啊嘛。有時唔肯贖嗰啲就係除鞋，因為除鞋交俾你啦咁即係表示咧佢唔肯贖啦。而且咧佢嗰個親戚唔肯贖嘅時候咧，喺成個過程咧，佢揾啲長老去做證人嘅，揾啲長老去做證人嘅，佢唔會自己把持呢啲嘢，所以咧係一個好守規則嘅人。佢係一個好守規則嘅人，係一個好有信用嘅人，係一個好小心處理事幹嘅人啊！我哋啲弟兄們波亞斯係個弟兄，你可能係有錢，你可能係有地位，你可能係有錢，你可能係名譽地位，但係你知華人文化啦。華人文化有錢大晒噶嘛，係咪？以前香港好興噶，嗰啲咩宗親會啊，嗰啲咩
咩鄉下嘅社團啊，咁有啲有錢人攞錢出嚟辦學就要話事，就要話事啊，佢大晒，人人都要聽佢講。嗱，波斯唔係咁嘅人。好啦，咁路德呢係一個好女仔咧，到一個地步咧，聖經對路德有個稱讚，好高嘅稱讚。嗱，呢個咧係要我哋嚟睇下啦嚇，我哋打開到第4章嘅時候咧，第15節，呢個係對路德極之崇高嘅稱讚。有你一個咁樣嘅新抱啊！有這兒婦，有你呢個新抱咧，仲好過有7個仔。點解講7個仔咧？點解唔講8個仔咧？7聖經裏邊係一個完整嘅、完全嘅數目 ，7。咁如果有你一個新抱啊，好過有7個仔咧，咁呢個係一個最高嘅稱譽。我成日喺度諗，好唔好講一篇道教人哋點樣做新抱？婆媳就成日爭噶嘛，婆媳就成日爭噶嘛。咁到一個地步，個仔話：個仔對個老婆對個新抱對個仔話啦，你要決定，要你阿媽定要我？哇！最後終結啊 ，ultimatum 啊，何必要咁咧？識得點樣做人嘅媳婦，用路德做嚟咯。嗱，呢篇信息好好㗎，不過啲新抱受唔受得落嘅講嘅時候，我唔知啊，好值得講。又要講一篇信息講拿俄米，做一個為下一代着想嘅上一代。嗱，邊度有咁嘅稱讚嘅？你仲好過我仔啊！咁已經好難得噶啦嘛，係嘛？家嫂你真係好啦嚇，仲好過我仔。唔係喎，家嫂你真係好啦。好過有7個仔，呢啲真係最高嘅稱譽。路德點解得到呢啲嘢咧？唔係冇原因嘅。好啦，我唔講啦，你自己翻去慢慢睇啦。路德記係有好多嘅教導。OK， 有問題嘅請你唔好客氣，請你舉手發問。嗱，學問啊嘛，你知唔知啊？中國人講學就要問，唔係點解叫學問啊？有人舉手，俾個咪。我而家唔話咗俾佢聽係幾時？我本來3個禮拜前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喺上已經教禱告學，但係咧教完啦，啱啱琴日。有機會嘅，有機會嘅。希望我哋有機會再請張院長翻嚟。我想問你今次講嗰個聖經嗰啲讀聖經嗰度咧，有冇一本書啊？你有冇寫到書啊？我冇，但係嗰個有好多參考書，嗰個講義嗰度，你可以
睇任何一本都得。如果你識睇英文咧，你睇下 K. Arthur 嗰本啦，K. Arthur 嗰本好好嘅，不過你嗰個本係英文嚟嘅 ，K. Arthur。喺嗰個單張最後有個 reference。嗱，仲有一本咧係比較容易睇啲嘅，就係陳忠道牧師嗰本。陳忠道牧師嗰本，嗰本書好耐下噶啦，不過都幾好，比較容易睇啲。睇英文就睇Gordon Fee 同阿 King Arthur 嗰本，K. Arthur 嗰本。有冇人想發問？你頭先講到精讀一段經文嗰陣時咧，咁你有冇即係好似我哋啲初信啲嘅人，有冇講話幾長嗰一段經文比較好啲？冇所謂嘅，冇所謂嘅。你長，譬如你成章又得，你10節又得，總之你照住嗰啲問題咧嚟到去話俾自己聽，有啲咩，咁你就好得益㗎啦。你就覺得聖經會對你有説話講，因為你唔去研究，唔去問呢啲問題咧，你睇完之後咧就water passing over the duck's back， 水過鴨背，好難睇。咁其他人 Andy。今朝早咧，你有問，即係有提到咧，就係呢個神開呢個人嘅屬靈啊。咁呢個係咪我都即係想了解㗎？神開屬靈嘅眼睛係咪就係一個聖靈喺人嘅心裏邊嚟到工作有關？有關。即係神嗰個工作，或者另一方面，或者個你嘅關鍵就係話如果俾我哋睇聖經睇唔明嘅時候啊。我哋應該點樣嚟去祈禱求？點樣嚟到即係有效嘅即係咁嘅求？點樣嚟到明白你即係冇啊！你求咧，你求就好簡單嘅啫。譬如你睇到某段聖經，你話神啊，我睇咗咗好耐，你知道我唔明。OK， 而家靠聖靈開我嘅眼睛，等我能夠明白。求啦，咁聖靈幾時開你嘅眼睛咧？我就唔知。不過咧，好多時咧，你肯求咧，神都會俾你明白嗰段聖經嘅。而且神教你明白嗰段聖經咧，係有時係配合埋其他聖經嘅，配合埋其他聖經嘅。嗱，我講一個例子俾你聽下，我琴日都講過，就係咧，嗱。神稱讚嗰個迦南婦人嘅信心啊，咁咧你去睇翻嗰段經文咧，你睇嚟睇去都唔明嘅，最初我都睇咗好多次都唔明啊。嗱，嗰段聖經咧就好得意嘅，講得好得意嘅。嗰段聖經咧就咁樣話，即係話咧耶穌就稱讚嗰個迦南婦人嘅信心咧，就係話耶穌話咧，唔好將細蚊仔食嘅餅、細蚊仔食嘅嘢咧，唔好將佢俾狗食。咁但係嗰個婦人咧，嗰個迦南婦人就話咧，佢話咧嗰個細蚊仔啊，嗰個細蚊仔咧都會食。唔係嗰個狗啊，都會食個細蚊仔跌落嚟嘅餅碎。嗰個狗咧都會食細蚊仔跌落嚟嘅餅碎。嗱，咁耶穌一聽見之後咧，耶穌就讚佢啦，就讚呢個迦南婦人嘅信心啦。嗱，迦南婦人咧係一個外邦嘅婦人，佢唔係一個猶太人，佢係一個外邦嘅婦人。咁佢一講完咧，馬太福音15章嗱，或者我哋掀去嗰度啦，馬太福音第15章，
我哋由第21節開始讀呢一段經文啊。耶穌離開那裏，退到推羅西頓的境內去。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，喊着說：主啊，大衛的子孫可憐我，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。耶穌卻一言不答。門徒進前來求他說：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，請打發他走吧。耶穌說：我奉差遣，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。耶穌話：我被差遣呢，係向啲以色列嘅迷羊傳福音嘅。那婦人來拜他說：主啊，幫助我。他回答說：耶穌回答說：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。27節，婦人說：主啊，不錯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呢。28節，耶穌說：婦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給你成全了吧。那時他兒女兒就好了。你的信心是大的。呢段經文我睇咗好多年啦，我真係睇咗好多年我都唔。咁後來咧，另外一段聖經咧，就幫咗我去明白呢一段嘅聖經啦。你翻去睇，你睇到以弗所書第1章。以弗所書第1章講一樣好清楚嘅嘢。講一樣好清楚嘅嘢。外邦人嘅得救咧，外邦人嘅得救，就係一個奧秘，就係一個奧秘。以弗所書第1章第8節，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，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。咁第10節就解釋啦，呢個奧秘係乜嘢？第10節。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滿足的時候，使天上的、地上的、一切所有的，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。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。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預定的。唔好讀咁多啦，夠啦。外邦人得救係一個奧秘嚟嘅。一個奧秘咧就係咧冇人知，幾時知咧？及至時候滿足。喺呢度講咧，嗰個11節咧就係及至時候滿足咧。第10節。照神所安排到日期滿足嘅時候咧，使天上嘅、使地上嘅一切所有嘅，唔係淨係猶太人啦，唔係淨係猶太人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嘅喺基督耶穌裏，因耶穌基督嘅緣故咧，能夠同歸於一，一同蒙恩，一同蒙恩。
咁你睇咗呢段嘅時候咧，你就想翻去耶穌點解會稱讚呢個迦南婦人嘅信心咧？因為喺嗰個時候，佢已經知道佢個女會蒙恩嘅，耶穌結果就醫好佢。咁所以佢話係啊，細路仔都食跌落嚟嘅餅碎啊咁。嗱，咁你再掀去睇另外一段經文啦。嗱，呢一段經文咧就話俾我哋聽另外一個事實。嗱，《使徒行傳》13章。但係你睇《使徒行傳》第13章嘅時候咧，你就睇到另外一個事實啦。嗱，《使徒行傳》第13章咧就好清楚講呢件事。OK， 第45、46節係啊，46節，《使徒行傳》13章46節。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：神的道先講給你們，原是應當的。嗱，呢個咪回應耶穌喺馬太福音15章話：我被差遣係到以色列迷羊嘅家。嗱，福音先傳俾你哋聽係應該嘅，只是因你們棄絕這道，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就轉向外邦人。嗱，呢個就係女兒都食餅碎。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唔愛，因為猶太人咧唔愛呢個福音，所以外邦人就因此得到呢啲餅碎。嗱，以一個外邦女子，一個迦南嘅婦人能夠有咁樣嘅體驗，所以耶穌就話：你嘅信心係大，你嘅信心係大嘅，祝佢蒙恩啦。咁你成本聖經嚟睇咧，你就會睇到神老早已經係預定咗保羅，呼召保羅做外邦人之光，叫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。所以喺使徒行傳保羅嗰3次宣教旅程裏邊咧，就將福音帶俾好多外邦人。彼得喺使徒行傳裏邊對一個意大利嘅百夫長叫哥尼流，就將福音傳俾佢哋，外邦人得救。到第8章你再睇翻轉頭嘅時候咧，使徒行傳第8章咧有一個非洲嘅太監，腓利向佢傳福音，腓利向佢傳福音，佢讀緊以賽亞書53章，唔明講乜嘢。咁腓利話：你讀嘅你明唔明啊？咁呢個太監就話：冇人教我點明咧。咁腓利就同佢講啦。佢一明咗得咗之後咧，信咗主啦，碰到主啦，咁佢一見到有水，佢就話受洗啦。第一時間洗禮，同而家啲人拖下，死都唔肯洗禮。你睇下幾大分別。信咗主之後，第一時間就要洗禮，最快速嘅時間之內就要洗禮，唔好喺度拖。信而受洗啊嘛，你嗰刻信，你跟住嗰刻洗。咁其實福音傳俾外邦人喺《使徒行傳》第8章已經傳咗去俾個非洲嘅大教。咁所以福音傳到地極咧，咁就喺《使徒行傳》第8章已經見到啦。福音傳到地極，你翻去舊約睇嘅時候咧，你翻去自己查，以賽亞書42章同埋以賽亞書49章咧，都有講福音咧傳到去外邦，傳到地極嘅，傳到地極，兩處都講，一至42章，一至49章喺以賽亞書。